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啊！新来新妇，月来又影红。劝酒是会芳，劝柑仔是会烂规人。天天讲俗语，这个开心辣妹脸面红。来，咱今仔日来请开心辣妹来讲俗语。来，哇！讲经典今仔小语是啥物？劝酒是会芳，劝柑仔烂规人。哦，那讲了这个酒哦，我来讲啊。哎呦，这酒咱袂好输酒讲会就会想清楚啦。酒好酒好。酒讲啉酒会惊，啊，毋过人咧讲吼，一桶这个好酒，一甕好酒哦，你是愈劝吼会愈芳啦。你甲话人咧讲，陈年的好酒，都爱几十年，搁几十年，对毋对？哦啊，但是哦，甲话倒转来甲讲，咱咧讲咱人的身体啦，咱人的身体若讲有这个心苦背痛，千万毋通劝哦。人讲吼，这病啊，劝久就会愈沉重，所以讲若小可有安怎的时，爱赶紧去看医生，千万毋通拖。对，啊，这酒的你讲，啊，换柑仔我来讲完啦。这吼一人的柑仔内面吼，假使讲有一粒的烂的柑仔吼，啊，迄柑仔吼，伊的细菌是会毒会传染，你若无随甲淡掉吼。哎呦，人讲哦，迄规人的柑仔哦，拢会烂了了哦。不但讲无通啊食，而且足费气，着搁先甲处理遐烂柑仔hen掉啊。对。对，敢若可比着讲吼，人咧讲一句话，都害群之马。本来安尼一排马安尼吼，啊行甲安尼整整齐齐安尼，啊排甲好势，要经过这个阅兵台时，司令官看了讲，哇，迄有够水的，如果要拍扑啊，拄好其中有一只马吼，骹步煞乱去。一只鸟，还规排啊，拢哩哩落落啊。对。来，咱来开心辣妹，小姑哥来讲一摆。劝酒是会芳，劝柑仔烂规人。赞！现在咱嘅这个俗语足有意思的吼，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咱的俗语的主题最主要要奉劝咱大家啊，都来做一个。咦，